我哋廣東曾經有一條村犯咗彌天大罪，呢個罪咧重到可以將全村嘅村民加起身打6萬幾次靶咁多。咁究竟邊條村犯咗咁嚴重嘅天條咧，要槍斃咁多次呢？呢條村咧就係電影破冰行動嘅塔寨村嘅原型，廣東陸豐博社村。好多人都知道咧，喺東大販賣毒品咧係重罪嚟嘅，就好似冰毒販賣1克要判1年，販賣8克要判3年，販賣10克要判7年，50克咧就要15年，100克咧就要無期徒刑，200克咧就直接食花生米。咁博社村呢度咧喺2013年嘅12月29號，廣東警方進行咗一次大規模嘅掃毒行動，一次過搗毀咗77個製毒工廠，捉獲嫌疑人182名，繳獲咗3噸嘅冰毒。呢條村咧幾乎每個村民咧都參與製毒。如果按200克直接食花生米嚟計，3噸重嘅冰毒咧足夠槍斃全村村民15000次咁多。而且有傳聞啊，博社村嘅村民咧喺5年嘅時間內咧，足足生產咗156噸嘅冰毒。嗱，呢個數字咧係相當之驚人嘅。喺2013年，廣東亞公派咗3000名嘅全副武裝武警，徹底摧毀咗博社村嘅所有製毒嘅窩點。經過掃毒行動之後咧，就到今時今日，博社村咧終於恢復到平靜嘅生活。